即马应该真少人知影什么是端肠。古早伫台湾，真侪所在拢看会到端肠。伊是台湾百外当前的私人教育场所，内底乱生会当伫胡乱的过程学捌字、写诗、甲做人的道理。端肠其实就是拜文主公的啦。伊就是以前的学校，100几年前的学校。因为伊是学校，所以伊就培养真侪人才。比如讲，李登辉总统、杜聪明博士、周伟水先生，因这人拢甲乱肠有足密切的关系。乱肠上早是为宜兰开始的，因为伫乱肠内底所教诗文，文字较白话，内容简单，拢咧叫人做善事。所以，当时真侪头人也拢真介意。豆豆啊，伫日本时代，乱肠已经传到全台湾。因为乱肠伊是学校，所以留下真侪文献，这文献拢用台语书写的，所以其实是最重要的宝贵的遗产。另外，伊嘛推动着真侪社会运动，100几年前对台湾非常的贡献，甲哪个影响着规台湾。一直互人感觉神秘的乱肠，除了教人捌字，也特别注重培养人才，要真侪社会救济，对台湾有真大贡献。毋过讲遮济，到底什么是乱肠？33天天外天，天外天中有神仙，神仙随时凡人做，恐怕凡人心不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主持人嘉豪。拄则我讲到这个神仙啊，甲凡人其实是有所差别。这个神明要安怎用什么款的方式来讲，互咱的凡间人知影这神明的意思，这其中一个奥妙伫咧哦。咱去到庙里，会当看到真侪所在，拢放真侪经典，也佫有这神册。这神册内面也佫有乱册、乱文等等这物件。也讲到这乱册、乱文甲乱肠又佫有关系，这之间有啥物款的牵连？甲你文化伫咧生团咧？今日邀请到2位专家来到现场，甲咱开讲。头起先，咱来欢迎到咱的台湾乱肠文化特点的策展人杨进平老师。老师你好，大家好，主持人好。第2位要来邀请的就是资深的正乱生叶芬清叶老师。老师你好，各位大德，大家平安。刚好要来请教杨老师就是讲，咱台湾这个乱肠啊，会当讲上早是对差不多是清朝尾啊，过迄阵接日本要来到台湾的迄段时间开始发展起来，伫宜兰地区的一个个新民党的所在开始发起来就是以遐开始的。也讲到这个乱肠啊，也个这个乱肠文化，是免当请老师甲咱简单介绍一下啊。其实乱肠是咱台湾特有的宗教，嘛是咱台湾土生土长的宗教，所以其实真值得咱来甲伊认识、甲了解。这个乱肠其实啥做乱肠，就是因为伊以胡乱为主要的仪式，伊崇拜文主公，就是伊是拜文主公的。这是以前科技的时代，读册人为着要去考教。伊学写字、学做文章所发展出来嘅一种嘅宗教。这种宗教其实是伫清光绪16年，1890年，宜兰有一个举人叫做李梦阳，伊创立一个新民党，这个台湾乱肠的开始。初敢若伫宜兰做传播尔，并无传出去外口。伊是伫宜兰形成一个宜兰的乱肠群呐。伊这乱肠的接触的人，拢是地方的进士、
举人，啊无就秀才，就是地方有功名的，才会头人为主的。你拄则有讲到迄个拜文主公，一个文主啊，其实真侪人就对这个文主这两个概念啊，因为我知影讲吼，台湾有人是拜三文主，有人拜五文主，啊，这个文主这两个字是啥物款的意思啊？温就是主要就是老师的温啦，嘅温情。啊，主呢就是主要学习的对象，就是讲以咱即个现在来讲，就是你的指导教授，你的导师。就是你的文主啊，啊，你自称就是文生，还是木文生？咱对这来看，咱对这些乱册来看，咱就是清楚，伊这个文主是指导教授还是导师的意思啊？原来是安尼，所以其实每一个人信仰的文主应该拢是无共款的对啊。其实这个文主公的信仰，伊是崇拜藏的信仰，伊服侍唔是高一个。主事神唔是高一个，伊是拜规官的。规官。伊一开始的时阵，伊基地技能发展的时阵，就已经有三民主。三民主最主要是关圣帝君、傅油帝君、苏明赵君这三个人。到尾就发展到五文主。其他这两个就无一定啦。当然有两个较常出现的，就是王天君。加岳英主，就是岳飞。这两个是较接出现的。台北迄个行天宫，伊其实就是拜五文主嘛，对吧？对，可是因为伊是拜，咱拄仔讲过，伊是拜规官的，就讲3个甲5个，所以伊就会推选一个文主出来做主席，这个主席可能就是行天宫，伊就是观音主，比如讲木沙，仙公庙，伊就是李文主，是迄个大龙帮迄个甲寿宫，迄嘛李文主，所以无一定共款。包括基隆大天宫，迄嘛李文主，其实观音主非常的多，嘛李文主嘛袂少。像杨老师你讲的，这文主当中的有一个会出来成做主要的主神了，对啊。主席神，因的称呼叫做主席神。主席神了，对啊。所以来我来请教叶老师啊，叶老师我知影讲你是孪生嘛，这个孪生啊，要成做一个孪生的过程比如讲。爱安怎的训练啊，甚至是讲是咧做飞鸾胡鸾这个工课有爱偌济人甲你斗相共，这人甲人之间有啥物款的工课，因爱发落去做的这个部分。是，以阮老师传来是，无论咱爱10个以上。10个。内底就其中就是有迎接生，甲这个献茶过生，甲这个鸾手、副鸾手，甲草药佫有一个感动，所以绝对爱10个以上，这个训练，这过程是咧训练什么啊？第一就是训练你的精神统一，精神爱统一，第二就是你爱甲这个乱变合一。第三就是这个中间，你若精神合一的时阵，你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心灵伊会甲你沟通。这个人啊，有啥物款的资格？比如讲像你，照到来做一个鸾手，比如讲一个正手，一个副手。他有一个责任，而且这个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因为你出门，像我讲法，今日出门来，咱就是代表文主。你经典做人，个鸾的这个浮出来，人会服你啊。这个中间就是迄个有照老师的这个迄个步调伫咧做，人大家拢嘛是目睭金金咧看。我85年迄阵啊，胡的诗，甲即马100年胡的诗，差不多是差不多是安尼。但是它的进度是比较细嫩一点。安尼为什么生命会经着你？第一就是我17的时阵因为我到这个。台北的行天宫的这个文主当面我就甲伊算讲有跋杯算讲跋输伊啦跋输伊的时阵，我就一生就是替就是上伊的经，你后渐渐就是有接到这个职务的时阵，44个这个职务，
我就战战兢兢到到这阵安尼。哦，是。所以你嘛算是，就是文主讲家己的天选之人了，对吧？哦，感恩文主啦，哦，是感恩文主，嘿，是。其实这个乱肠，不管正乱、副乱、超落，伊各个职务吼，拢是文主派。哦。嘿，拢爱经过正式的派任。派任。嘿，啊，文主你入职的时阵，其实你就做乱生还是东生，就是生的意思。啊，文主会甲你考核。考核讲你会使做乱，就是正乱还是右乱。这拢是文主会甲你考核，就甲老师甲你考核同款啦。啊，伊这个是完全是由文主来派任，啊，文主会考核你。老师，恁即马把这个乱笔压起来啊，是毋是想请老师吼示范一下，讲这个挥乱的过程是安怎操作的啊？是，这安尼时阵吼，就是身体精神状况都要统一，哈，统一，副乱啊，赶快来配合我，都要统一。统一的时阵哦，因为我已经很久了哈，一进来的时候我已经，身心都是。合一哈，拢是归零啦哈。归零的时阵，那就在这个中间的时候哈，伊自然就叮当。叮当就开始就行。这个行是因为我的训练已经就训练者几落百工，爱遐久啊。这个中间的时候已经才这个已经目睭看这，但是我这灵应该很远的地方，所有的那个资讯就从那边进来，他进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喊，你没有喊出来，他还在，你喊出来，伊就无伊就搁接新的安尼。所以其实你嘴爱讲了，对。我讲出来了，伊迄个字就无伊就换新的安尼。换新的。安尼说，就一直出来。所以就是迄个操作的人是毋是听你画出来的物件爱先学下。我咧念，我咧讲的时阵，复乱爱重复一次，给那个超越生。老师，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吼，就是比如讲复乱啊，伊是主要是听你讲，还是看伊出的字？伊无法度看字，无法度看字，无法度看字。复乱无，但是复乱经过甲正乱安尼熏陶哈，他要做正乱很快。所以其实因两个嘛是心有相通的，对吧？他会很快。所以在比如说有庆典还是比较重要的，我拢敲电来先来讲，你3工前你很精哦。无你无法度接就加，因为它很快，会让很快，有的是慢点，但是快很快。一首诗哈，28字哈，有时候是4、5秒就没有了。这很快。我请教杨老师啊，咱拄则讲到这复乱这个过程啊，为什么这个乱笔伊毋是一支笔？等到是有2个人安尼画做伙，敢若亲像笔的迄个形伫咧上头前，为什么伊有这款的造型？其实咱这叫做乱笔，乱是一种神鸟，伊是神的书架，所以伊要传达神的旨意，互咱了解。另外有一个讲法，就是讲孔子讲。去周游列国的时候，只有列国，真实字无人要插伊，所以要登去鲁国的路上，有一只乱鸟伫沙地顶头写字，传达这个心意，叫伊爱登去伊的故乡去办教育，来教育子弟。这就是私人办下的开始。其实乱肠就是私立下啦。其实这个乱肠，伊这个乱笔最主要是用陶啊机，这个部分是陶啊，头前是陶啊，规个拢是陶啊，伊是选陶啊甲柳接起来，因为陶啊甲柳是有灵性，过来伊的撇写，乱笔是陶啊甲柳以外伊这个乱刀是用迄个一定爱乌心石。有够重，有够勇，才袂去互这乱笔甲讲破。乱肠咱甲伊想做讲，伊是一个读册人所组成的社团，大家来到这个所在是要学习求进步。也若只讲到这个挥乱啊、复乱，伫咧乱肠当中是真重要意识。不过这个复乱到底是为着要做什么款的代志咧？咱小休困一下，确定啊继续回来讲。
头拄只咱有讲到讲这个乱肠的，咱家己想象讲这是读册人的社团，也讲到这个乱肠内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就是飞鸾。来请教杨老师吼，为什么在咧乱肠内面要做飞鸾这个代志呢？其实飞鸾就是以前学生吼，伫学写字、学捌字的啊，学做文章的，伊就是经过这个飞鸾来学习啦。啊，为什么需要呢？因为老师甲你教的，迄样阵纸甲笔吼，要摕到拢真无简单。啊，伊就是老师就叫你苦苦的在涂骹写，用叉机啊写。其实伊就是都在涂骹写，写的甲伊的文主公的信用结合起来。所以胡乱就出现啦。所以胡乱其实甲学堂的学习有非常大的关系啦。所以就是因为伊是以读册人为主所组成这个社团，后来甲一个信用结合做伙了后，伊才成做一个信用文化的社团呢。对，嘿，啊，你啊请教就是咱的叶老师啊，因为你成做这个替文主伫咧校楼嘛，也自英国你拄也有讲，你为44岁开始伫斗三工做忽然这个工课，迄个时阵所写的这个论文，你是袂当早来甲咱分享一下？东花夏之红，牡丹红。愿烈昏天，飘有梦。是免风吹，你飘水落。七分寒雪，一寸江。报名有好，行一世，成不这是花界中，大有天年，因这仙地要定位，圣灵风，金丹多练，签修得。你桥通鱼的落东江，我已自信，你困过做江点日子叫温良。老师啊，就是讲吼，像这个一讲来，你敢看这头前安尼，这是怪兽。所以伊这是写时间，对，就是迄个3月17日。哦，保生大帝来的，保生大帝教会先讲上讲。哦，就上讲就对啊，吼。叶老师，你拄则有兼迄篇啊，就是讲保生大帝来讲嘛。另外，这篇以外是保生大帝。老师，你通甲咱解说讲，因为我看到这内边有讲到瘟疫啊，就是保生，因为保生大帝是医神嘛。对。啊，这篇是保生大帝来讲啊，这是内容是咧讲啥物？内容吼，伊这因为咱是全国吼，而且个妇联吼，拢总所有的这个乱肠安尼来。讲就是请神明来吼，甲咱这个吼，比如咱这个全国吼，这疫情来通消息，啊，就请神明吼到帮忙。啊，所以咱就是安尼妇联的时候，咱的保生大帝本身就教讲，这个意思讲，伊报国安邦来救急啊，真无用啦吼。啊，新人座谈就为这个温防吼来作用，所以伊是本正就大红大德。啊，就恁大家有咧救，阮嘛是有这个慈悲的心来咧救济，对眼对心来去这个瘟疫，可以尽量无去就对。今日真欢喜来飞鸾，甲阮遮主主来飞。讲这个时分哦，叫阮大家认真听。师团咱这个圣道修心爱去证明，爱去体证出来。免费来学这个咱先贤啊，做咱的这个功果，安尼来彰化安尼。讲这诗文吼，甲这个本身，比如讲就是正乱，伊本身读有偌济册，敢有牵连？有，因为吼，这他都我讲老师吼，有这口述，
科数内底包括就是有遮真多的资料，真多迄个，比如第一坐工，第二所有的文字五行经，甲所有的拜道、所有的经典、文产、武产，迄拢爱含山，北道通江，迄拢爱去家己去甲熟练甲背练出来念就对啦。佫说落去就是你的起居，一定要配合这个文字的这条路来行。就是你的生活啦，对对对，生活起居。这三项这三项绝对配合对做。哦，安尼要来请教杨老师啊，其实咱伫咧现场哦，有来了2本册，这一本看来就是古董吼，另外迄本就是应该就是这内面的这内容，甲伊印出来就是咱现代册本的这款形式，是毋是咱请杨老师甲咱介绍讲吼，咱再来现场这2本册伊的这内容是咧讲啥物啊？好，其实这2本册吼，可能是目前吼咱乱堂同重要的文献之一啦吼。咱拄有讲过，其实这个乱文吼，伊叫诗词歌赋，内容最丰富啦。这其实就是除了讲是神来讲以外，其实吼嘛是乱生哦。伊吼利用这个胡乱，要表现给伊的同学看，嘛表现给伊的老师看，嘛要表现给文主看。所以伊这是一个优雅的活动，嘛是一个优雅的活动嘛。所以伊呈现出来。咱今仔日你在场，这2本乱册吼，咱来介绍头一本。这本吼。是乾隆金篇，这是咱台湾第一本的乱册。伊是伫1890年开始付的，1891年就出版。这本是台湾同早的乱册，伊拢总有8卷。伊即摆是保存伫台湾图书馆。唯一个高本。咱即摆是。这本是最近这个碧溪宫的曾主委黄载栋，伊个拍字，伊重新佮伊出版。伊这本对台湾有啥物影响？台湾所有的乱册，全拢以伊做范本，就是伊做第一本拢学伊的。过来就是另外这本是1895年这个头城范清堂付的。伊伫1896年出版，这本是非常精美啦。你看伊迄个是茶皮的，所以伊装甲真水。伊嘛是8卷。当初吼，头城范清堂吼，伫100几年前去规台湾送乱册，这就其中一本。咱来讲这个乱册嘅内容啦吼，伊的记录吼，除了文书以外。有记录以外，就是讲伊胡乱的结果啥，伊拢有详细的记录。所以伊乱文吼，不管讲迄样阵的时间、地点，还是迄样的天气、迄样的人物，伊拢有记录。所以吼，其实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用台语文写的。所以是咱台语文最重要的读本。老师，你有讲到天气这个部分啊，这符的这内容啊，因为其实比如讲吼，其实咱台湾详细记录天气这个部分，应该是对日本政府来到台湾了，只到讲一个较完整的一个天气的关预测，还是讲规划，要在这个乱堂内面是不是记录到迄个天气这个部分啊？主持人问到重点吼，其实咱台湾的天气记录可能伫1900年以后才渐渐建立起来。以前超拢无这个记录，可这乱册常常就有。比如这个乱册，伊就记录到伊伫1890年，就清朝末的时候喏，4月伊胡乱种啊喏，就是要求好天啦。就是表示啥？1890年4月以前。依然都足久的雨嘛，唔是安尼呀。其实乱文内底，阮嘛有看到讲，伊讲迄天落大雨，就讲，比如讲伊某月某日的某时落大雨，咱若甲乱册再整理出来，其实你就是做一个天气的研究，这嘛是真好的一个记录。
一本乱册内面其实会当做讲，迄个时代的迄款状况啊、历史啦，还有迄个时阵民生所反映出来伊的欢乐甲需求，所以伫咧乱文内面会当讲是。等于讲是迄个时阵有当时算是款小型的小片的记录，累积起来正做一篇的乱文。而且是乱文的阿尾的时阵，其实生命也有关有一寡，比如讲劝导啊、甲制式啊，希望就讲信徒你必须爱安怎做，才会当好。所以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嘛是一种斗相共的部分。其实胡乱吼，是一种的心理的咨商啦。过来哦，伊嘛是一种的告解。你甲文主讲，迄甲你甲牧师讲，毋是共款。所以其实伊即个宗教的力量，其实目前阁有咧啦。就讲伊有告解，也是咨商的。就讲你看，咱拄有讲到，伊要去招婿，伊要去问文主，文主就甲判。即个判毋是甲伊批判啦，只是讲分析互伊听。讲。咱有看到，伊是叫伊讲卖招婿啦，伊是安尼，伊意思是安尼啦吼。我讲就讲，文主大部分都会甲伊做一寡分析互伊听，就是分判互伊听。即个判毋是要甲判决，是讲分判讲事情互伊听。当然，咱拄有讲过，文主其实伊嘛毋是干那分析互伊听，有时嘛会甲伊骂。所以咱乱堂咱这乱册内底有种儒。语啊，儒就是文主你个教训的意思，所以伊这个我就讲，伊这个乱册内底教训啥人拢有讲哦，比如教训杨树峰、晋书，还是纪人李梦阳，拢有这记录，嘛有这方面的记录。原来是安尼吼，讲到吼，咱台湾的这个乱堂是最宜兰这个所在开始传到全台湾。究竟这传的方向甲走向，为什么会传到全台湾呢？咱小休困一下，卡等下继续回来讲。胡乱是乱堂的重要仪式，信文主的人拢相信，经过胡乱，一般人会当甲上天对话。如此一来，就会知影神明要甲咱讲什么。心平这世真勇。经过曹乐生写落来文章，就是乱文。这个乱文经过整理编做册，就是乱册。乱册主题甲内容丰富多元，大部分拢是可劝人做善事，所以演变到今，就正做咱定定看到的善事。有兵至。晚风来，多花宣文悄眼开。百外档流传的乱册，虽然内容简单，无虾米大道理，但是却传承台湾人的价值观。现此时，咱来看，也会当互咱更较了解百外当前台湾人的生活甲传统。头拄则拢有讲到，咱台湾乱堂是伫咧清朝末期的时阵，伫宜兰当地纪人李梦阳，差不多是1890年迄个时阵来创立着新民堂，对迄个时阵开始传开。要来请教到咱的杨老师啊，讲到这个乱堂啊，又为什么会愈来愈重要啊？其实吼，主持人有讲，伊1890年伫宜兰开始的时阵吼。敢若咧宜兰团尔，所以迄阵宜兰有称作宜兰乱堂郡，可是无团喺外口。为啥无团喺外口？因为读册人身段较悬，伊无啥爱甲人交流。第二个，宜兰伫后山，你无钱、无人、无交通工具，你是变怎出来？你看一本册册遐重，伊一本出来炸几百本，叫偌济人打，所以伊要出来真困难嘛。所以伊其实伊就是因为安尼，所以伊一直伫宜兰无传出来。等到1895年，这个乱堂传到头城去，
啊头城，个范车长吼，伊的总理或者罗廷汉，伊是宜兰嘅大高商，啊有船啊，伊高行有船嘛，啊过来伊伫台湾做生意嘛，有网络嘛，啊过来因兜嘛有伫读册，嘛真信文主公嘛，可是更加重要的，其实是伊的祖先或者罗永昌。伫嘉庆年间吼，总理台湾的盐务，就是台湾的盐的专卖，拢伊伫专卖啦。可是伊这专卖，到尾就叫人取消。啊，互取消的时阵，伊伫台南哦有几啊粒的盐山哦。盐山。伫遐拍远啊。为什么？专卖你就袂当卖啊，私人袂当卖啊。啊，所以伊嘛卖袂出去，所以就伫遐发臭拍远。经过几啊十年了后，日本来了后啦，最主要是日本来了后，开放盐嘅买卖，盐会使买卖嘛。所以伊这个孙罗廷汉其实是要去台南嘛找盐啦。所以因阿公迄个时阵，你遐盐遐祖产嘛，遐就吹出来伊就好价嘛。啊，所以伊就其实伊就是借用这个去上前册去。指导台湾各地的人胡乱，啊去找盐啦。啊，当然伊唔是去一抓，伊去真一抓。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才造成着咱台湾乱灯运动嘅真兴起来，真发展起来。甲这路架其实嘅找盐有真大嘅关系啦。啊，有真侪人问我讲，啊这路架到底有找到这个盐无？我伫资料上无看到伊有找到盐无，啊，可是呢，咱会使用迄个时间点来做判断，就是讲伊是1899年去找盐，转来哦，1900年，范车长起神庙，啊，迄阵起一间庙吼，800块，甲1200块，啊，样做大个啊，可是吼，范车长迄年起神庙起偌济钱？起6000几块。6000几块，对，是大概人的6倍以上。过来哦，路价该出超3000块，出一半。对，啊，我是安尼来判断，路价吼，伊对文主一直拢真信用，甲当哦，100几年来佫共款无变，所以吼，我的判断应该伊有找到这批盐，互伊佫赚到大钱，所以才愿意出遐尼大。其实向3000几块，才有即摆同少3000万。所以大概也是安尼。啊，所以当初其实即个伊去的伊送乱册去发展遐几个点吼，拢甲伊有真大的关系啦。因为咱拄仔讲的路架，伊是开9项，啊头城拄好有一个港，或者乌石港，到尾就嘛有讲或者头城港，其实伊是用伊的旁船。载着伊的船车，咱拄仔讲的船车真大本，对，所以伊要出去绝对无简单，所以伊其实是对海路出去，对乌石港出去，所以伊去嘉南、去淡水、去新竹、去嘉义，去台南，规个拢是用海路去的，啊，伊就是行水路，甲即个规个乱长看起规台湾。可是伊的目的，伊的目的地啦吼，伊目的地是伫台南啦，因为伊去出台南，啊，当然伊去几落抓，啊，咱有伫报纸看到伊，伊只开真侪钱，伊一抓去2个月，啊，毋是干一个人去，伊有一批人，啊，因为伊去到达拢有胡乱，拢，阮伫新竹，伊又去新竹迄个开台进书，郑用锡这个家族，伊有去啊，跟因交流，胡乱。啊，第家因为安尼哦，成立一个叫做宣化堂。啊，因其实就是因为因安尼交流了吼，咱拄仔讲的，这乱堂团，伊毋是讲个较简单团，比如讲郑用锡，伊这个第家哦，佮走去嘉南，甲嘉南同中啊一个诗人或者柯主香是嘉南的家长，做名的一个人，去遐甲伊交流。啊，这个柯主香哦。过去甲大病啦，嘅老家佮交流，啊，过去创个指南宫，
啊，就是因为安尼造成了，我哋讲台湾的整个的乱肠运动。其实乱肠运动，伊就是讲，其实咧交流当中，其实嘛是有互相就是熟悉这的人啊，了到造成讲，其实台湾的一个对家己本身的认同和意识，其实在咩这民间当中是拢有伫咧运作啦。对。哎，老师该请教吼，就是讲你替文主效劳这段时间呢，因为文主一定有来甲足侪人斗相共，在众生斗相共。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你有感觉讲，打几个案例，互你感觉讲印象就深的无？哦。当当时老师交代我的时阵吼，这个乱纪的时阵，有捌一我一个真正亲密的我的长辈。长辈的时阵，伊算讲人无好势，因兜的人来求护卵安尼吼。我对迄阵就马上就照阮老师的方式扶的时阵，伊讲。很危急啊嘛但是是咪讲可以到秋天平常是春天，可以到秋天，秋天的时候到秋天因这中间呢其实很好，给他一段在家庭上的经济下面都处理得很好，那我到了秋天，因为一个亲戚讲。来问我啦，阿青啊，秋天啊呢，我秋天，我唔知啊，文主就讲安尼啊，过两天我迄个老前辈就登去啊，这个是很奇妙。我这样就是讲，我一个咱讲我的胡乱啦，胡乱的是讲，文主讲，甲一个乱生讲甲你道喜哦，大家讲，那时间我甲你道喜大家讲很莫名其妙，就落来咁样讲，是啥代志啊？那文主甲你道喜，伊甲讲因太太3工前去检查，讲有心啊，有囡仔，安尼，大家讲，这代志是两翁仔某知的代志，他咧无人知啊。拄有年无讲出来啦，但是文主知，文主知甲道喜啊，对。原来是安尼其实讲到这世间情理多天堑，几年之间就变迁，会得改恶来彰显，一日无事小新鲜。对着这个时代流转伫咧演变，讲到这个乱肠，以早甲即马，感觉是同款重要，也是这之间有啥物款的变化，甲代表着无同款的意义咧。但依然是小休困一个，卡定啊继续转来讲。讲到这乱肠信仰，差不多伫咧清朝尾的时阵来发展起来，这到今来甲算起来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咯。也讲到这个乱肠信仰啊，伊的功能，啊，佮这个胡乱啊，这个动作要来请教着杨老师啊，这个乱肠伫咧100年前的伊的功能，甲咱今麦这个现代的乱肠有啥物款的差别呢？其实以前的乱肠，伊最主要是伫抗线，爱嘛伫行线，爱嘛伫祭祀。另外，伊是一个交流的平台。过来伊嘛推动真济社会运动。比如，伫清朝尾一直到日本时代，伊拢伫推行解鸦片。解鸦片。伊推行解鸦片，拢总有几万人因为乱肠来推行这个解鸦片。来解烟成功。伊即马学校的功能，因为现代下的出现嘛，向取代去啊，所以就要讲信用的功能。可是其实伊嘛无袂记咧，伊无袂记咧，以前是下校，所以伊甲足侪社区拢有开非常嘅班级，也是团队，互人来遐上课。这是足侪乱肠真普遍的现象。过来伊乱肠甲以前无共款啊，比如讲以前的乱肠。查某人袂当入去，因为查某人伫清朝时代以前袂使受教育，可是伊即摆嘛会使接受查某人，为什么？因为查某人即摆嘛有做正乱，嘛有做当主的。过来就是讲，其实乱肠伊做啥物改变？以前伊有围墙啊，伊门拢关着，别人拢袂当入去，干那伊呢
乱升长升才会当入去。可是像民国60年，渐渐就已经门开开。啊，当然即摆嘛有少数的乱肠门无开啊，平常时无开。哦，佮另外就是讲乱肠，伊其实伊以前哦是无烧金纸的，无烧金纸的，所以伊是无金锭的。伊有二纸锭，二纸锭是创来烧二纸的，或者性质锭，也是迄落二纸锭。所以即摆嘛有一寡乱肠回头倒转来，无爱烧金纸，啊，这是乱肠的特色。过来，比如讲乱肠，伊是无看戏的，为什么呢？孔子讲读册就是要求其放心嘛，要甲这个放弃的心收倒转来。啊，看戏的心放弃嘛。所以乱肠是无看戏，啊，当然就会渐渐有看戏啊。啊，咱会所以看出讲，周围水做反对人看戏的，看歌仔戏。为什么？伊是现代的人做现代思想，啊，佫是伊那会安尼，啊，因为伊是乱肠出身的啦，所以伊会反对看戏。啊，过来乱肠的改变，比如讲，伊乱肠以前吼，伊是无扣现金，无收迄落添油香，就是讲伊拢无去向外口募款，伊拢家己，伊遐拢大家族来扶持，伊的经济会使自主，啊，可是伊即马时代变啦，是把什么样拢收。所以乱肠嘛是有经过一寡调整啦。呀，咱面来请教到咱的叶老师啊，就是讲哦，其实这个乱肠文化信仰，其实文化这部分也是有关爱传承落去。听讲叶老师你有在讲混乱哦？是，我即马咧这个贵人代天宫吼，已经有第二届混乱已经完成吼。每拜六因大家拢有咧赴吼，咧训练咧赴。啊，咧赴的时阵，这中间就是我拢该注意看因的行动啦，啊，甲因的这个诗文啦，吼，啊，拢有对照安尼。啊，原则上就是第一就是坐讲，第二就是上经嘛，吼，第三就是看他们出的文，吼，看他们出的文，啊，甲因的行动，吼，啊，我会问他们的执事的人啊，这人安怎拢他们听。最重要的是他能够胜任为文主好罗，他有这样的那个花心，然后再请文主做主宝贝，然后我会真的将我老师传的那个口诀传给他，按你来做时阵，文主不由你吃亏啦，但是你不要求，尽量卖求。老师，我拄则吼，咱伫开讲时，你有讲到一个吼，迄个乱笔伊嘛是有一个讲解运啊，是讲解，就是讲替信徒解决问题这个问题。是。你再讲吼，迄乱笔有当时啊吼，那些文主有必要时，迄乱笔会加较讲是。两种，两种。一种就是讲吼，你讲比如胡乱，人家要胡乱，那不敬啊。那不敬的时候，他昨天不知道做什么，来的时候我坑啊老虎爷。真的哦。他反倒等来讲的。那个是一种。一种是，胡乱哈，那个来问事的哈，他特别状况，心态特别状况，他会请他来上面，他就会在后面等他后边。就是讲有特殊的状况，文主才会安尼啦。普通拢灵符啦，拢画灵符。原来是安尼吼。搁再要来请教两位老师吼，就是讲吼，因过这个乱肠信仰到即马这时代一直咧转变啦吼，真正亲像乱肠伊本地伊遐影者，其实已经开始渐渐无去啊，变做是亲像一般的庙宇。毋过这诗文，这就是这乱文吼，这乱册，伊内面是坑神教化，以及搁到呾即马搁伫咧流传，甚至是图书馆搁有留落来。要请教杨老师，你认为即马当代这个乱肠信仰啊，也讲乱肠文化，对咱即马这社会有啥物款的影响，或者是讲伊的社会意义咧？其实我感觉讲乱肠吼，伊对台湾当大的意义就是，伊替台湾培养非常侪人才。片头顶头讲，李登辉总统
也是杜聪明博士，地形长出来，周渭水，辟个宫出来，是讲宜兰的第一个馆长，民选的馆长罗赞祥，伊家做过正乱，伊也胡乱，伊家嘛胡乱册，嘛做过堂主，嘛是乱堂出来。比如讲有一个文学家非常有名，叫做李永春，伊一生写300几万字，可是伊才去乱堂读2年的册尔。因为乱堂出真替台湾出真侪人才。另外乱堂伊甲咱台湾，拄我讲的，甲咱台湾的这大家族，拢团结起来，这是做无简单的代志。为什么？因为台湾人就是袂团结。可是其实台湾的乱堂超有所有的大家族，咱拄我讲的念的遐家族，拢参与这乱堂。所以乱堂是一个平台，和台湾人会使团结。所以其实这是应该爱保持的啦。过来我刚讲，咱拄有讲乱堂，其实伊的本色，伊的本来角色是下乡。所以我是期待讲乱堂以后，伊爱保留伊原来本色，就是爱转换做啥呢？转换做庄头，是社区嘅教育场所啦。一个叶老师咧，你即马伫遐在训练这乱生吼，恁对因有啥物款的期待无？每一人来说，第一，你身体健康，争取心把握，坐工嘛。第二，就是你有上经，有这经典，听到文字，啊，佮看这乱的时候，咱有照安尼行，自然的，互你做代志什么会足顺利的。因为你低声下气，人就袂去找你麻烦了。第三，就是讲，你甲社会中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责任。爱安互大家得到好利益，所以我每一个同修咧上课时，恁今日来上课，恁有啥物得到啥物无？就安怎样很关心他们，所以他们来hier上课，非常高兴，很欢喜充满。对其实咱看到讲伫信仰精神、传统知识，对着时代流转、社会变化，真侪人拢渐渐袂记，甚至是讲文化伫咧消失。加在有咱的振平老师，还有文清老师，替咱的乱堂信仰呢，伫咧拍拼，关于把这文化找倒转来，或者乱堂发展到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台湾本土宗教，会当互更较侪人来熟悉。今日非常感谢2位老师来到现场分享，非常感谢老师。讲到真侪物件，无讲你是唔知己，这乱堂抗戦教化有意义，新明指点解的原意。讲下诗文要来甲你点醒，时代变化是千万千，也是问你的心肝敢有改变？新民甲这善良压伫你的心田，毋望这花开丰富又搁大片。我是嘉豪，这是台湾款，后礼拜同一时间，咱继续来开讲。非常感谢2位老师，谢谢。我早这来甲咱分享，非常感谢老师，多谢。